大家好，今日我想同大家介紹一下點樣經網上填寫同遞交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簡稱職津計劃嘅電子申請表格。喺我介紹之前，如果你想先了解職津計劃嘅詳情同最新資訊，可以睇在職家庭津貼計劃簡介嘅短片。如果你想申請職津，你需要填寫申請表格同提交證明文件。如果你想用最快捷方便嘅方法遞交職津申請，當然係經網上填寫同遞交電子表格啦。想知網上申請有咩好處？等我為你介紹一下啦。首先，如果你之前已經曾經成功獲批職津，你就可以喺登記智方便賬戶之後，立即喺職津計劃網頁上攞到份電子預填表格。呢張表格已經根據你上次嘅成功申請，為你預填咗你同你嘅住戶成員嘅基本資料。你可以喺呢一張預填表格度直接填寫新一輪申請嘅資料，同埋即時上載證明文件。如果你已經登記或者升級到智方便加版本，仲可以數碼簽署申請表格，同埋即時遞交申請。仲有，你可以隨時查閱你喺過去2年內最近一次已經處理咗或者處理緊嘅申請資料，例如上次申請嘅申領期同埋結果等等。你仲可以查閱個案主任嘅資料，方便聯絡。想用以上咁方便嘅網上申請服務，其實好簡單，你只需要登記智方便賬戶。如果你未登記，你可以用手機掃描畫面嘅二維碼，然後按指示完成登記程序就可以噶啦。如果你想數碼簽署職津申請表格，同埋即時喺網上提交申請，你就需要用智方便加版本。你可以去各區嘅自助登記站、登記服務櫃位、流動登記隊，或者全港任何一間郵政局免費登記或者升級到智方便加。有關智方便加嘅詳情，請瀏覽以下網址，或者用手機掃描畫面嘅二維碼。事不宜遲啦，等我哋一齊用新嘅網上申請服務啦。服務嘅網址請參考熒幕上嘅二維碼。喺登錄頁面，你會見到職津計劃嘅相關資訊。要開始申請職津，請撳綠色掣智方便登入嚟登入職津嘅網上申請服務。你需要用手機打開智方便賬戶作出認證。完成登入之後，你可以喺主頁嘅左下角撳填寫新表格，開始填寫申請資料。如果你曾經成功申請職津，系統已經為你預備咗一份已經填寫咗你同你嘅住戶成員基本資料嘅電子預填表格。系統會問你係咪選擇用呢張表格，你可以喺匯入預填申請表格嘅彈出視窗裏邊撳是嚟選擇用電子預填表格，然後開始填寫新一輪申請。職津計劃電子申請表格主要分為3個單元，包括申請住戶嘅個人資料、申請住戶嘅工時、入息同資產資料，同埋申請人聲明。大家可以揀畫面上嘅連結，跳到去個別單元。單元1：申請住戶嘅個人資料。首先，你會見到簡介頁面。申請人應該喺簡介頁面詳細閱讀收集個人資料聲明書嘅內容，然後係提交申請文件清單。喺呢度，你會睇到要提交嘅證明文件，仲可以揀啱用嘅其他表格，然後再入電子表格裏邊。如果之後喺填寫其他部分嗰陣，發現未揀啱用嘅其他表格，你可以隨時返嚟呢部分重新揀選。你可以喺完成填寫每個步驟之後，撳繼續去下一個步驟。如果有需要，你可以喺填寫過程中撳頁面下面嘅儲存掣，暫時儲存填寫咗嘅資料。你之後可以喺主頁撳繼續填寫儲存的表格，繼續填寫。不過你需要留意，喺網上申請服務儲存咗嘅資料只會保留30日，之後就會被移除。接住落嚟係填寫申請人嘅住戶嘅基本資料。
如果你已經揀咗用電子預填表格填寫申請資料，申請住戶嘅基本資料已經由上次嘅成功申請預載到電子表格，請你仔細核對所預載嘅資料係咪仲啱用。如果資料已經有改變，請你直接更新有關資料。另外，如果你係新嘅申請人，亦都可以透過智方便嘅填表通功能，授權將部分個人資料自動填寫到電子表格裏面。系統會因應你填寫電子表格嘅時間，自動輸入職津嘅申領期，即係遞交申請前啱啱過去嘅6個月。即係話，如果你想申領今年1月至6月嘅職津，你必須要喺今年7月內遞交申請。請留意，如果你喺申領期內只有個別月份符合申請資格，你仍然可以遞交申請。喺呢度，你需要填寫申領期最後1個月嘅住戶成員數目，包括申請人。住戶成員係指同申請人喺香港生活喺同一個處所，而且有緊密經濟聯繫嘅人士，通常包括一齊住嘅家人，同共同負擔或者需要共同負擔生活所需嘅人士，仲有一個人居住亦都可以申請職津㗎。如果有住戶成員暫時離開處所，例如離港求學或者工作，並喺合理預期情況之下返回申報嘅處所，都會被視為同一住戶嘅成員。如果申領期內住戶成員人數有增減，就要喺呢一度填寫有關嘅月份同詳情。例如，住戶本來包括申請人、太太、一個仔同一個女，而另外有個仔喺申領期內出世，你就需要列出有關申請月份，同埋喺詳情一欄列明個仔出世。另外，如果有住戶成員喺申領期內搬離申報處所，你亦都需要喺呢部分填寫有關月份同詳情，同埋喺之後嘅部分提供嗰位成員嘅個人資料。之後就係填寫基本資料，例如居住地址、聯絡電話號碼等等。如果你係新申請人，同埋冇用智方便填表通功能，就需要自己輸入資料，然後上載有關住址證明。下一步係填寫申請人同埋所有同住住戶成員嘅個人資料。如果你已經揀咗用電子預填表格填寫申請資料，你同所有同住住戶成員嘅呢啲個人資料將會從上次嘅成功申請預載到電子表格。